后来继续要来讲无法度出国的日子，和台湾的后山、花莲甲台东人潮是满，吵。敢若是7月15到25，花莲就来82万的这个游客，有真侪美食通啊食的东大门夜市，有115万人到访，是热门景点的第3名。那第2名是这个大人囡仔拢真爱耍的新天堂乐园，有164万人来遮耍过。第1名也是这个国际级的景点太鲁阁，有高达221万3000人去过。这个壮丽山海未输予外国。1、2、3，要掉下去了2个。清水断崖的独步船顶悬，考验大家感情有大把无，生甲真刺激的还阁有济。对高连山飞行线，对机架出发，沿着海岸行，山海的美景真水。休热期间，足侪人去花莲的。7月15到25，短10天，就有82万人去耍，比去年同一时间加1倍。饭店的大房率嘛有9成。这一次因为疫情的松解以后，那在暑假的部分，我们增加了将近200团，6000个人次。离不溪边的山岳吊桥，会当看到壮丽溪谷。太鲁阁今年正月到7月，游客就有221万3000人，真热门。第2名就是新天堂乐园，全家伙仔去佚佗，唔免拍日头，嘛有164万人去耍。好食米啊，一担搁一担，东大门夜市啊，各地游客嘛真侪，有115万8000人。东大门夜市有400摊，有4个区。这个部分呢，在夜间的时候呢，提供了游客一个首选。陆海空都有好耍的，而且嘛有好食的，互游客对花莲真介意，嘛想要搁去。